係咧，始終咧，因為馬里奧呢部戰車始終改裝咧都比較犀利啊，因為佢係屬於一架係 V 8戰車，所以直路上面咧絕對有優勢㗎。好啦，孫鐵芬又再嘗試啦。咁啊，始終咧喺直路上面有少少輸蝕啦。咁但係問題走線嚟講咧，明顯上孫鐵芬係比較出色㗎。其實見到啊，每一個過彎其實都係比較穩啊。咁啊，相反咧，馬里奧咧每次過彎都有少驚險嘅狀況啊。嗱，見到馬里奧啊，差啲又波㗎。咁啊，其實都可能咧，即係同個車嘅 setting 都有關係。咁啊，畢竟可能孫鐵芬咧，咁啊，佢嘅經驗都比較多喺呢一度。好啦，頭兩名車手有咗到大直路啦！哇，如果現場觀眾嚟講啊，真係睇見佢哋兩雄相爭啊，真係相當之精彩啊！好啦，完成9個圈啦，哇！咁啊，啲比賽時間越嚟越少咯喎。咁啊，當然啊，鏡頭一轉咧，亦都關注翻呢啲其他位置嘅車手之間嘅爭奪啦。啱啱見1號車係徐欣啦，另外亦都有一部嘅寶馬戰車。咁應該會喺朱曉東或者劉江圖咧，佢兩位都係駕駛寶馬㗎。好啦，呢個第3、第4位之爭咯喎。咁我見到朱曉東咧就已經上咗嚟啦，咁啊過咗啊呢個羅粒恒㗎。咁啊，似乎羅粒恒部車係咪有少少問題咧？我哋見到佢嘅速度都有啲慢咗落嚟啊。咁啊，希望就唔係啲咩大問題啊。咁啊，朱曉東就上到第3位咁，但係咧佢距離啊前面嗰兩位車手咧，馬里奧同埋孫鐵芬咧都有一段頗大距離啊！絕對係啊，因為其實直路啊都好難見得到佢哋嗰兩部頭車啊。呢個大直路咧，咁其他組別嘅車手咧都係爭奪緊咁，因為我哋都見到有幾部嘅 G20嘅戰車咁，佢都屬於 D 組嘅車手嚟㗎。咁啊，呢度咧就見到咧有係兩位車手都喺度爭持緊佢哋嘅位置㗎。咁啊，前面呢個孫鐵芬同馬里奧咧，固之然爭持激烈啦。其實後面咧，佢哋都好多車手為佢哋組別而戰㗎。好啦，咁啊繼續咧又睇翻咧領先位置，咁啊馬里奧仍然係守住孫鐵芬㗎。咁啊比賽咧去到最後一個圈㗎啦。哇！睇見啊呢個馬里奧啊，甩住入呢個彎㗎。咁啊，最後一個圈咁啊，遭遇到啲慢車咁啊，睇下孫鐵芬可唔可以咧，即係利用一啲嘅慢車啦，可能有少少嘅阻擋咧，嚟到攞翻啲優勢咧，去做一個即係最後一個圈，睇下有冇得機會反擊啦，可以。每次埋到彎心咧，孫鐵芬就可以勾到好近嘅，咁但係問題又都直路咧，始終都係咧，因為組別問題啦，因為呢個馬里奧嘅戰車咧屬於 GT 組別嘅，咁所以咧去到直路咧就當然咧係比孫鐵芬嘅 A 組車係優勝㗎啦。咁啊，雖然咧喺組別上面有所差別咁，但係孫鐵芬仍然係表現得好精彩啊！一路都唔會俾呢個馬里奧放甩佢㗎。冇錯，我哋見到咧，即係喺第7個圈嘅安全車翻返維修站之後咧，見到佢每個圈都勾住，咁睇一睇呢度，再一次嘗試，但係咧馬里奧已經係封線啦，封死條內線啦。始終冇辦法，亦都見到其實可能路面濕滑咧，咁孫鐵芬都不能夠可以做到一啲更太激進嘅一啲超車嘅動作啊。我翻到嚟就衝線㗎啦，係啦，格仔旗揮動啊，咁啊馬里奧率先衝線，跟住咧就有孫鐵芬㗎。
馬里奧咁啊成為咗呢場比賽 GT 組別嘅冠軍，咁啊孫鐵芬呢就係A 組嘅冠軍嚇。咁啊其實呢場比賽咧都相當精彩，哇！見到路面仲有啲地方積水㗎。咁啊見到馬里奧做咗幾下滑行動作啊，都唔知係有意為之咧定抑或一時失手啦。